清明祭祖是咱台湾人真重视的活动。今仔日，咱来了解一寡清明的风俗，甲学一寡相关的台语词。清明，清明 ，Tomb Sweeping Day。伫即天，咱来祭祖，祭祖。Worship ancestors。祭祖的仪式叫做陪墓，陪墓。Cleaning up the gravesite。陪墓就是整理祖先的墓地，佮爱跪纸、献纸，也就是讲地墓纸。跪纸。跪纸 Place 5-colored paper。 祭拜祖先的时，爱先传祭品，传祭品，传祭品 Prepare offerings。 佮爱烧香拜拜，烧香，烧香 Burn incense。 爱个烧金甲烧纸，烧金，烧纸，烧金，烧纸 Burn joss paper。 遐是要烧互神明甲祖先的钱。仪式结束了后，咱会食润饼糕。润饼糕，润饼糕 Taiwanese spring rolls。 嘛会食草仔粿，草仔粿 Hakka rice cake。 上落尾，咱来做伙欣赏杜牧所写的《清明》这首故事。清明，杜牧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